就来操王府啊？安怎？讨厌外心，安尼阮来转啊。哎呀，姜妹，我甲你讲你一句尔，你安尼活咧就要转去，你这个小姐的脾气，敢袂伤过激？我这个人是毋是足歹伺候的？确实足歹伺候。甲你讲啦，人伫讲十个小姑，有9个拢嘛是歹伺候的呢。我袂甲你两个缘分哦，你较莫踮咧我的面头前，伫咧叫歹头。哦，要若安尼讲，等你缘分拜长了后，再过来对我好，安尼敢袂伤慢啊？古早人有一句诗，人伫咧讲三日入厨房，洗手做羹汤，未暗果实成，先欠小姑上。所以啊，你若是以后才要来对我这个小姑仔好，安尼吃亏的是你家己哦。好好，你爱拜威风，就互你较威风咧。邱姑娘，请坐。邱姑娘，请你用茶。来看我，一定有啥物代志着？互你摇着啊！我是奉着阮六哥的命令来这要见曹王爷。见过王爷了后，我心肝内足想你的，所以毋得来绣房看你。逐房来找阮兴王，是毋是为着着路迄方式？也无怪六郎伫咧担心。迄张被内面，毋知是写啥物，竟然偏偏落伫咧潘林美的手中。查姐姐，你即阵就咧替阮六哥烦恼啊？可见做杨家将的某囝，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。唉，杨家将每一个拢是知影为国尽忠，一旦国家若是有困难，伊就抛弃妻子，连目头嘛袂去割一个。这才是我下定决心要嫁伊的原因。这是安怎讲？
你想看，一个查甫人，若是规工踮咧某囝的身躯边，安尼伊敢会出脱？哈？